我家尹少爷被捕瘾派人连夜抓走了，说他私放印子钱，可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！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少爷啊！启禀王爷，老爷命我接小姐回去，还望王爷放人。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一切都好说。再说，尹公子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算为了尹公子，你也不宜继续客居在此啊。你们这是威胁我？小的不敢。嫣然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自有办法救尹浩。王爷当然有办法救尹公子，只是此事还要一番周折，真要闹起来，尹老将军的面子也不好过呀。不就是想让我回家吗？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那小的先谢过杜小姐了。小姐请。这个杜毅为了逼自己女儿回家，竟然敢随便乱抓人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闺女。可舅父对尹老将军不满由来已久，我就怕此事不会这么容易就算了。那他还想怎么着啊？先前照我说，你就赶紧把杜嫣然娶了，我看那老家伙怎么说。敢欺负我大哥，哼，找死吗？你看着我干嘛？要不如你所愿，我将嫣然娶回府里，这样你们二人当姐妹可好？你死啊！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谢延成吗？我答应你，但爹也要说话算话，放了尹浩，并且把证据销毁，以后再也不准拿这个威胁他。好，爹答应你，但万花会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嫁。1年1度的万花会占卜就要开始了，最后的结果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相国的意思是要老大，即使占卜，就未必是真的，你说是吧？那是。启禀皇上，1年1度的占卜结果，今年2个字：女星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，此签何解啊？天意所出，自有其意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老大断言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能明了天意。难道说是有一名女子会助朕的社稷振兴？这会不会是和几日后的万花会有所关联啊？难道说这凤穿牡丹之人会在其中？王爷，我是来辞行的。哦，要去何处啊？一些私事要去一些时。你要走，可是因为秦柔啊？不是，王爷多虑了。那就早去早回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管我1天，我就砸1天。等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老爷，你都关了她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她出去走走吧。要不然依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啊，嫁到灵王府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，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1次，就能抓他第2次，看着办吧。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3番5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以后不会了。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，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延成吗？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对延琪表哥，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